机的时段，因若是拢关伫厝的，拢无爱甲人交叉。你若愈无要甲别人接触，你会退化愈紧。厝内乌索索，心肝嘛乌索索，安尼嘛是袂使。所以第一个先甲所有的电话拢拍光，心内的电器嘛是爱拍光啦。卡电拍开，日头安尼射入来，唔通安尼由头到尾。咱许多人有疾病吼，较少年较无共款表现，就是讲伊的身体镜头较济，定定要找医生报道，去吊大档的。对。嘛是安尼，可能是要注意，是毋讲心理上的问题较济。是多当时个目睭灰灰嘛，看无到。那有黑膜啊，我食到原来是生菇。一寡有疾病的咱长辈吼，无爱食药啊，要紧，袂困吼，咱真侪方法。讲故事嘛是一种，最甜中，甜中的故事是睡不着，要困啊未？请收看《食老报土豆。